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教養研究者黑帶媽媽美思。仔女面對未來世界必備嘅能力第9集，傾聽力。今日同大家講下點樣培養仔女嘅傾聽力，解決到佢哋冇耐性呢一個問題。乜嘢係傾聽力呢？簡單啲嚟講，就係認真咁樣聽人講嘢嘅能力啊！呢一個能力同學習好有關係。有冇發現呢？而家嘅小朋友呢，好冇耐性啊！睇 YouTube 連嗰幾秒鐘廣告呢都等唔切。其實唔單止係小朋友，我哋大人都一樣啊！成日用手機、WhatsApp 啊、IG 呢啲咁嘅社交平台，同真人面對面傾偈嘅機會呢，其實係少咗嘅。連帶聽人哋講嘢嘅能力呢，其實都係弱咗噶。但係傾聽其實係溝通嘅基礎，專心咁聽人哋講嘢呢，先可以理解件事啦，學得到嘢。如果仔女學識得傾聽呢，仲可以培養到下面有幾項好重要嘅能力，例如係其中一個能力係高嘅學習能力。呢個能力好緊要，因為小朋友如果會聆聽啦，咁佢哋先至聽得明白嘅。聽得明白一件事情呢，其實係令佢哋會開心。開心嘅話，其實係一個驅動力，令到小朋友想知得更加多。如果佢需要知，去翻成件事嘅源頭啦，即是話佢要聽得更多。呢一個咧係一個良性嘅循環嚟嘅，令到學習更加有效率。另外嘅能力咧就係表達力同埋詞彙嘅能力。細路仔咧對聲音好敏感嘅，不過咧呢種能力會因為佢漸漸大個咧而慢慢消失咗。咁如果啦，我哋從細個就訓練佢哋聽嘢啦，咁佢哋咧就會識得透過耳朵去學到一啲新嘅詞彙同埋表達方式。另外咧仲可以加強到佢哋嘅專注力啊，靜心咁聽人哋講嘢咧，咁自然能夠培養到專注力啦。咁仲有啦，就係忍耐力啊，唔打斷人哋講嘢，唔好忽略對方咧，都係一個忍耐力嘅表現啊。最後一個能力就係同理心啦。細路仔咧成日想人哋明白自己啊，不過好少試圖去理解人哋嘅。透過傾聽，佢哋咧會慢慢學識得咧代入去對方嘅感受。所以爹哋媽咪，你哋試諗下，如果小朋友唔識得傾聽呢一樣嘢，咁佢哋會變成點？佢哋好有可能會變得冇耐性啦，專注力差，表達能力弱，冇同理心，甚至乎係學習能力低添。咁所以啦，爹哋媽咪要解決仔女上邊嘅問題，冇耐性、唔專注咧，其實首先就係要教佢哋認真咁聽人講嘢。呢個頻道會分享湊仔教養嘅方法。喺呢一個 AI 嘅年代，要點樣教仔？如果你係父母，想知道點樣可以幫小朋友贏喺起跑線，獲得成功、快樂、充實嘅人生，記得訂閱呢個頻道。咁樣到底要點樣培養小朋友嘅傾聽力？我歸納咗4大方法。其實呢4種方法我哋日常生活都有用緊嘅，就想同大家去鞏固一下我哋日常做緊嘅動作，點樣可以幫我哋強化仔女嘅傾聽能力。首先，第一，父母要以身作則，面對面同仔女講嘢。仔女講嘢嘅時候呢，大人千祈唔好背住佢或者玩住手機咁回應佢啊，要望住佢塊面，專心咁聽佢講嘢。教養的初心呢一本呢係一本教養嘅名著嚟嘅，裏面呢嘅作者 Dorothy Law Lotus 佢話，其實細路仔學嘢嘅時候呢，都係以父母為榜樣嘅。你點樣聽佢講嘢，佢就會點樣聽人哋講嘢，有樣學樣咯，即係。第二個動作，讀書俾仔女聽。親子共讀呢，除咗係教佢詞彙、道理、態度嘅一個好工具之外呢，佢都係一個訓練傾聽力嘅好機會。由圖多字少嘅繪本開始，慢慢過渡到一啲字多嘅書。如果小朋友係唔中意睇書嘅話，唔緊要噶，你講俾佢聽，其實都一樣係訓練緊佢嘅傾聽力。第三，玩傳話遊戲啊，媽咪可以講一句說話，叫仔女咧傳達俾爸爸聽。如果佢講得啱，記得讚佢啊。呢一個遊戲咧可以幫小朋友輕鬆咁學到聽同埋講嘅技巧。第四，用圖畫工具練習。有一位兒童心理學家設計咗一套叫做心智工具嘅方式啊，用視覺提示幫助小朋友分清楚幾時要聽，幾時要講。個遊戲方法係咁樣嘅，小朋友可以坐埋一齊嘅，對住嚟坐，一邊就係攞住講嘢個嘴巴嘅圖案，另一邊就攞住耳朵嘅圖案啦。當拎住嘴巴圖案就代表輪到你講嘢，拎住耳朵圖案嘅時候就代表你而家要聽啦。
啦。咁所以啦，喺小朋友坐埋一齊玩呢個遊戲嘅時候咧，只要佢哋譬如攞住個嘴巴嘅時候咧，佢哋就要講可能本書裡面嘅內容啦。咁然之後另一個小朋友攞住耳仔嘅話咧，佢就要聽嘴巴嘅嗰個人講嘅嘢啦。咁父母咧可以喺從旁協助啦，譬如問一啲問題，聽嘢嗰個耳朵小朋友其實聽咗嘴巴講啲乜嘢咧，咁樣可以增強嗰個互動性啊。以上嗰4項工具方式咧，都係我哋日常會用到嘅方式。爹哋媽咪記得放多啲時間，除咗教小朋友講嘢啊、讀音之外啊，亦都要教佢哋點樣去聽多啲嘢啦。最近咧，我睇緊一本書叫做《心智的工具》啊，入邊有好多實用嘅教養方法去引導小朋友嘅行為嘅。如果爹哋媽咪咧都有興趣，留言話俾我知啊，我可以錄多啲 podcast 同大家分享㗎。咁總結一次今日嗰個聆聽力啦，記住啊，教小朋友聆聽咧要一步一步嚟。首先你做俾佢睇，佢會學你嘅。第二，講多啲故事，等佢習慣聽多啲啊。第三，用遊戲嘅方式，等呢一件事變得輕鬆。教仔唔容易，但係用啱方法咧係可以開心又有效嘅。我哋下集再見，大家加油！我係黑底媽媽美斯，拜拜。